第啲病就唔敢講啦，治療婦科病咧就係我個強項嚟嘅，做咗30幾年嘅婦科，睇過咧啲陰道炎啊上萬例噶啦，咁同大家講幾句咧心入邊嘅說話。其實啊，陰道炎咧根本唔需要過度治療嘅，唔好啊一痕咧就去做埋晒啲一堆洗啊、塞啊、搽嗰啲嘢，唔使咧使大錢咧去做咩紅光啊、臭氧嘅，你只要記好一個婦科用藥雙座肽陰道膨脹醛，呢隻藥咧係陰道比藥嘅，佢可以直接達到呢個病灶，唔管你係霉菌性啊、細菌性啊定係滴蟲性嘅陰道炎，亦係咧三者都有嘅混合性陰道炎，都可以用佢嚟治療嘅。呢種升級版嘅膨脹醛啊，喺吸收咗呢個陰道分泌物之後咧，佢會自動咁膨脹，咁啊增加咗咧佢個比藥嘅面積。咁呢啲藥物咧亦唔容易外流，白天晚黑都可以用。8小時之後咧，將佢攞出嚟嘅同時咧，仲可以順便清潔咗陰道嘅內部，治療清潔兩手都達到。大家記低未呢？